面對氣候變化嘅挑戰，推動環保同可持續發展係各行各業嘅共同責任。香港建造商會作為行業先行者，積極推動建造業進步，為配合政府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我哋聯手商界環保協會推出業界首個智慧低碳建築工地最佳實踐指南。我哋得到發展局同環保署嘅支持。呢份指南由承建商嘅角度出發，提出切實可行嘅低碳建築方案，採用4M1E 框架，包含36項智慧低碳措施，協助公司實踐工地減碳。為鼓勵業界坐言起行，我哋更推出智慧低碳工地標籤計劃。工地累積足夠嘅減碳代幣，即可獲頒標籤，表揚佢哋喺減碳方面嘅努力。我誠邀所有承建商積極響應，共同建造可持續嘅未來。